走路的时候呢，手不能抬得太高，也不能放得太低，要恰到好处，这是规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继续吧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我们这都练了2个时辰了，这早就过了饭点了。我们现在又累又渴的，能不能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啊？不可以。什么时候你们练好了，我觉得合格了才能休息。继续走吧。停！易欢，谁让你坐下的？刘嬷嬷，我的脚破皮了，我走不动了。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，怎么能擅自休息呢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违反宫规。这也算违反宫规啊？当然，在这个宫里，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，说宫里不允许的话，全都是违反宫规。你知道去年的秀女里面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胭脂鱼，后来那个鱼胀死了。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！饿死了？这么残酷的处罚，刘嬷嬷，那我向你请示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不可以。起来继续。好疼啊！刘嬷嬷，怎么了？我脑袋痒痒，能不能挠挠啊？准。刘嬷嬷，说。我想，对不起啊，您肯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下回憋住嘛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哦。嬷嬷，你又怎么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你举3次手了。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。什么事儿说？我想放屁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我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您抬杠，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？少跟我抬杠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可知道吏部尚书丁大人啊？我当然知道啊。那您可知道他是谁的干儿子啊？中堂大人。你的……哎呀，响鼓不用重锤吧？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透吧？算了，我就看在你脚磨破皮的份上，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刘嬷嬷。继续练呐。自己坐着有吃有喝的，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受累。
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好好练习，在这捣什么乱呢？在这跪2个时辰。刘嬷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，滑了脚。嬷嬷，这儿有蚕豆，您看，玉兰姐姐准是不小心踩到了才摔倒的。这怎么会有个蚕豆呢？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啊，我刚刚噎着了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噎着了？刚才口水没倒过来，一下子噎着了。口水没倒过来呀？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，还想蒙我？手拿过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手拿过来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刘嬷嬷。哼，你还想抵赖吗？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呀。来人呐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忘了，我呢可是中堂大人的。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？你以为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？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，中堂大人怎么会派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？你既然那么嘴馋，又担心挨饿，那我就罚你今天闭门思过，谁都不许给他吃喝。什么？轻轻啊。灵芝它可以。宣判大人，晚辈已将灵芝分好，请大人检视。年纪轻轻，有如此造诣，实属不简单呐。晚辈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日后还要仰仗大人多多关照。好，有真才实学，不骄傲。李太医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好还有一颗小蚕豆。好吃。但是还是好饿呀，我要饿死了，饿死人了，饿死人了！喝点水顶顶饱吧。不是吧？啊！哎呀，好饿呀！好饿呀，饿死啦！烤鸭，怎么办？我好饿呀！这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，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。龙小弟啊，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？
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？哎呀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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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？人呢？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饿死了。